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屏东内部的两千天气也2-3整日来不时上到新闻版面，印证一地开发案。讲到2000，可能也会想到几只嘅油墨酒厂，不油墨酒厂如系认真随之改好。不过台上新竹企业打算呢屯做冲茶杜烘脚踏铁皮嘅工厂，可以睇14公頃安发的农地方。 也个5万人口的西庄头路边那个唔定清，乡亲过江农地会变做工业区，过江工厂会造成污染，故所大家路放起来反对，因为之内持久联盟有为万国3年连署，为了保护因人的土地同水源。在6月17日，屏东县政府也决定唔同意厂商爱屯农地变建做一种工业用地的申请。 教我家湾来安置落去，新湖面东，今仔日完全无。阮的水源就伫边后2支水塔，县政府竟然交回答，中泉是水质水量保护区。啊，袂送行出去。啊，所以你咧讲环评会安怎？我唔知影迄环保局的代志。啊，我知影你叫伊出无。 水龙头一转啊，开将前的水竟流动出来，从文过少300人嘅先生同学生嘅，当日入座的窗案呢，随时哪能太查看呢？来看几日的爱淋到的水。给我们同学喝的，都是在这里装，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喝大量的、啊，所以都来这边，每天都好几个班来这边装啊。 用前村杜烘就像从文过少也已经少學嘅，學校杜烘用嘅水就可係地下水。因為水係民要用到的東西，不管小朋友沖牙齒、洗漱，包括有人吃的水，全部來對岸塔，所以它比較能經過廚房到廚房裡面的那個過濾器，然後再煮沸，煮沸之後再冷卻，再供應給小朋友來飲用。 屏東太湖山下尾水嘛，早地講規個屏東平陽就開就係是一條水，睇水源睇為2000寸，韓國係認證水質咁平，能會按到2000寸。嗰所種嘅杜烘嘅人，將技術兩個簡單嘅自來水塔來儲地下水，就跳重嘢，要經過一層一層石頭高麗高位強力嘅水，好食好用。不過按天然嘅用水環境，可能就要面對巨大嘅改變。 認證專門生產茶葉用嘅塑膠腳貼嘅台商新竹企業，2014年買嘅種嘅杜烘14公頃發現蓬麥嘅農地，準備要支持經濟部推動嘅歸五歸家鄉嘅政策，歸到2000來開工廠。不過睇農地項開工廠也件事情，在地嘅鄉親實在過反對。阮嘅水源就伫邊後2支水塔，縣政府竟然交回答。 中泉是水質水量保護區，難得不是水質水量保護區的水源就會當污染嗎？老百姓就愛啉這款有毒的水嗎4月22日，新竹企業判返聘前的公開說明會，以下8個蔡天人為到用水的安全，聽老輩幫拍布條抗議，反對農地變做工業區。借這個機會，讓咱新竹公司。 帶動內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縣州嘛會提供咱的工作機會，予咱內部的鄉親的子弟將緊留佇屏東，留佇內部。新竹總經理楊明順強調，自家係屏東萬代人，必到搭車家鄉，因為上愛屯起中國昆山的工廠主要的生產線，再倒轉來台灣。 對蔡天然的受理，新竹企業講，產品同材料都係環保無毒嘅，製作嘅過程嘅進步，工廠係可以污水、空氣污染物的排放也都會合乎標準。他們誤解說我是逃難來的，我通通不要回來，我通通可以在那裡做到更一流的企業。企業要遷回來是很難的，為什麼？產線光是遷回來就要花幾千萬的運輸費用，幾千萬的運輸成本。政府也沒有給我們誘因，但是給我們這種場所，我們也沒有特別的資源，那這個真的是很無力，很無奈。
企业指导规模乃好，2000人韩国模乃好。中共工厂爱提乃开，企业有权好先出，给居民承诺。部门的签名看得出来，一定爱保护家乡的立场和坚定。为了爱保护水源，居民成立的大量前反工业气实质联盟，为竞争优雅刺痛执法的力量，天生的刺救费5月20日建议。在当地的信用中心2000次，判的头一场的地方算免费。唔单止来参加的民众更热烈，刺救费还打破的各种的体检方费，抢的救的中头的强苗主神来支持，给阿布落个一层太义，按多人按多尊生命，融合各自的立场，为到爱疏忽良钱都来去强下。咱龙泉市咱管理分组用了上大的一个敬意，迎接到咱的九庄头的金主来到这，甲咱赞助这场，互咱会当胜利感谢感谢。黑体采天人，庭会上大表的字体，为到此次慎重的图题，大家连等上台表示意见。因为王校长呢，最近刚开刀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各位乡亲，身体健康是上重要。咱4月2日伫遐抗战的第一遍时阵，首先甲咱大家顶个钟老师甲拍一拍者。加油，老师加油！钟老师的妈妈，我迄阵伫讲有2个妈妈，咱首先伫遮为呢一个上亲爱、生医教育伊的妈妈，咱默哀10秒钟一个，已经往生去啊。因为迄阵我拄第一遍开刀了，感谢钟妈妈。你将恁的后生送互我龙泉，咱今仔日来到这维护咱第2个妈妈。中文、国校、国中，咱这个好的所在，咱上天才照顾咱，互咱才有一个泉水，一个出泉的龙头的所在，咱跟金心爱甲破坏掉。我们追踪了一个案子，叫台塑的人污厂，它一样说它很安全、很干净，设在后进溪下面。后进溪，然后设在后进溪之后呢，就开始偷排废水，排到地下。在前几年就爆出它的地下水污染超标302000倍。这样的工厂、这样的政客、这样的企业家，你们在台湾是不是受够了？受够了。对，他今天还要来龙泉设厂，虽然不是同一个企业，不过这样的企业家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比比皆是。容忍的结果就造成我们的政府继续错。一直都没有帮助我们人民找到更好的出路，找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好，所以各位站出来，就是要教导政府，教导我们的政客要怎么去为民服务。当天献出来的建议延期拥有，未上台表示无同样的意见。伊若讲一切合法，袂污染咱的地下水源，袂污染咱的空气，当然伊也才伸手，咱相信。我嘛讲，爱用咱地方所有用尽来，爱用咱地方所有。他讲的那些事情啊，工业没有污染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你等工业设下去，污染了再来讨论，再来说我得癌症是工业，那时候都来不及了，水都污染了啊。所以在这边讲都是哆瑞咪，都是骗人的，不要再讲了，请下台了，大家都很生气呀。好了，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当然呢，当然。他已经讲很久了，让他讲，还有很多人太多了。好，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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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好。你们在哪里？出来护啊！你不要在那边放马后炮，你出来护啊！人家讲的是地方议员呢，你搞清楚呢。地方议员最了不起啊！刚尊重这个好了，钟老师，不好意思。大家理性，要理性，好，大家放下。
由800公尺暗藏嘅措施，喺2000天起嘅人营业成班的开始，也只嘅卖大家多位强吹购资，未卖各种插货，也喺2000人过关嚟嘅成法，未想象嘅出，在天人做乜嘅下都意思呀。唔過農田愛開工廠嘅消息，做出提貴嘅市場傳開嘅，後台肢體可能冇辦法好好睇下工業嘅廿件事情，連買菜買嘢一生人嘅阿伯婆未受騙呢。遐毒氣啊，再對遮人數量我未少啊呢，啊你對人唔好大事免怎？你不會嘅太2000天氣，包含嘅2000、龍潭、電信、泰新、利民、愛寮、水門、中林、路邊九順，韓國邊洋屯屏東科技大學，平常時提廿萬人口，大概有5萬3人。有關5萬3人，嗰所太2000天氣，做得講就係一個生發圈，嘅路巷嘅小食店，隨時就有人客去交關。也看面店的調羹樣，嗰所數嘅提團人客出面，店行用嘅水就係2000水，對水質調羹樣個要求。他們按搶嘅水唔夠用，我們變嚟買水食呢，也變嚟水，攞去用地下水嘅話，污染嗰嚴重嘅對居民較冇身體較冇好啦，他講你較煩惱。每個年嘅水灑到盆栽空，一條水嘅就唔會就啱啱嘅。做建議嘅業者提預先2年2前對高用大料曬到2000下來，就係因為看家己2000有暗好嘅水。高雄的水沒有辦法澆葉子，石灰質太多的話，葉子會卡一層石灰質。那如果是鐵質太多的話，整個幹身跟那個葉子都會紅紅的，像鐵鏽一樣。那這樣的話，樹它的葉子沒有辦法呼吸。那個樹就長不好，對。那你像龍泉這邊呢，我們怎麼澆？你看都已經澆了好幾年了，葉子一樣就是這麼乾淨，完全都沒有任何雜質啊。該功夫嘅提嘅整理蘇拍位，李宇賢該用心嘅治理也到同亞島就其下10萬元嘅盤件，唔過整體上講，有按好按站嘅蔬菜來種樹嘅，乃啲也下隔壁講愛開工廠，聽到按呢嘅消息，真見會隨心肝。因為這邊的環境太好了，然後想說，哎，終於可以居住在一個這麼好的環境，結果想不到那個隔壁就是要蓋那個有污染的工廠，對啊，買樂透都沒那麼準。南台灣的一條案例，講李正提嘅態，也係持久費嘅成員李正南陸下俾幫李嘢，也求田，唔單止係上台人，神忙打表為主公業，連順係會長，還係姨媽媽自家開業。一人屯土地按層的感情，也下邊做李正南農事獨行，強表唔係的記憶。我媽媽他們小時候的打工的零用錢，就是來這邊把沙石掏掉，把這個水泥管一個一個往下塞，造就了這一個水井。那小時候寒暑假休假的時間，我們最開心的一個事情，就是跟我弟弟他們來這邊玩水，好。我怕我小時候對這一片土地，這邊的一個水源的一個印記被抹殺掉，因為我們生怕它污染進來。我們先在外面反對了。一步一步抗議拍布條，下等也按叫來2000人，聽到有人愛到農田行開工廠，有熱鬧有熱興呢。也看插貨店本單係持久費發起人總熱線阿美嘅老婦，也係數估2000嘅重要議題，係數估家人按叫來。總熱線除咗下頭去抗議，還要去醫院看顧普遍多過厲害嘅阿妹，又要去醫院，又要抗議兩偏旁，乜都以總頭抗壓。唔過也因為安尼，而行過了解到，總唔得一下位就冇位兩個阿妹。我媽媽從出生到死都是在這片土地上，所以我要守護她留下來的這片土地。哦，我媽媽雖然會走。可是這片土地再走了，那整個我的2個媽媽都不見了，哦，所以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來捍衛它。新竹2天愛開工廠嘅所在，就喺屏東平陽水源嘅命脈巷，檢查有污染度，就會進入屏東平陽嘅地下水庫，也從保護大地阿美嘅覆土保水站，
用钱系主要战场。乡亲都认为，系个矛盾也疏忽，出事前呢，天窗唔单止用钱天天。人民喝的水，而且这个整个大内埔地区、大潮州甚至万丹、坎顶，我们这一带几乎都是喝地下水，而且我们这个都是从所谓的大武山脉下来的。如果我们这边是上游，等于是心脏地区，如果一受到污染，那全部大家都完蛋。地下水在补助区里面补助进来之后呢，它是顺着地下水的一些不同的水层去流动。那如果在这个很重要的地下水的补助区里面有工厂在这边污染了之后，它会顺着地下水的流动，然后往下游或者是往它的被补助区去流动。然后在这边如果这里有简易自来水的设施，然后呢，把它抽上来之后呢，然后变成是一般的民生用水，甚至其他的农业灌溉的用水的话，这可能就会把这样的污染不知不觉中就带到其他地区。屏东平阳有贵州的地下水，也全县自来水全球含前有一半，在全国是调查名嘅，其中尼埔的含卡全球冇4%，也就是讲有95%客家的尼埔乡亲，天初爱技是地下水来供热的。持久会讲，等到上届的土地囤水资源受到污染的时节，地下届的屏东平阳的饮用水，又哪有可能会安全呢？